代回现代。看着一天的遭遇，柳儿突然觉得，这儿就是他说的现代。凤朝姨，凤朝姨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柳儿好想你啊！阿娇，柳儿啊，父皇他突然就消失了，而且下落不明，会不会也在这里呢？有可能。凤朝姨娘娘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她要把先帝拐到她那个现代，好好的凌辱。啊！欺君罔上的妖物，皇上，冯昭仪，这出了酒托！皇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柳儿求你了，冯昭仪待柳儿是极好的，皇上，柳儿求你了，看在柳儿的面子上，不要诛她九族。而且，如果冯昭仪说的是对的话，那么太后娘娘可能就在这儿。大胆妖孽，你给我放了我母后！不然这就诛你九族！皇上，我们小声点儿，太后娘娘可能是被那个黑匣子给困住了。我们要想办法把她的肉身给救出来。肉身，母后，儿不孝，大姐救不了您了，儿不孝，儿不孝，母后。皇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太后娘娘的肉身救出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宝宝，我家就在这儿了。现在也挺晚了，你家里人也该担心你了，快回去吧。不行，